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下一個好經典嘅成語故事，叫做愚公移山。不過呢次嘅主角唔係人，而係一班住喺動物村嘅可愛小動物。我哋一齊嚟睇下熊爺爺點樣帶領大家創造奇蹟啦。喺一個叫做小小村嘅地方，村口有一座好高好大嘅石頭山，呢座山啱啱好擋住咗大家出村嘅路，令到村入面嘅小動物覺得非常之唔方便。因為有呢座山，小動物每次想去市集都要兜好大個圈，行大半日先去到。每次出門，大家都行到索晒氣，真係好辛苦呀。熊爺爺見到大家咁辛苦，覺得唔可以再係咁落去。於是有一日，佢同大家宣布，佢決定要將呢座大山搬走，開一條平路出嚟。其他動物聽到之後都嚇咗一跳，狐狸大嬸仲笑熊爺爺，覺得佢簡直係開玩笑，咁大座山點可能搬得完呢？面對質疑，熊爺爺好平靜咁解釋，佢話雖然自己一個人搬唔完，但仲有仔女，仔女仲有下一代，只要每日搬少少，山唔會變高，總有一日會搬得完。呢個就係堅持嘅力量，講得出做得到。第二朝一早，熊爺爺就帶住熊爸爸、熊媽媽同埋小熊一齊開工，佢哋分工合作。大石頭就慢慢搬，小石頭就用籮筐裝住運走。佢哋真係好勤力，由朝早太陽升起就開始搬，一直搬到日落都唔停。呢種唔怕辛苦嘅精神真係好值得我哋學習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，經歷咗春夏秋冬，雖然進度好慢，但係石頭山真係少咗一個小角。呢個小細節證明咗，只要肯做，努力係唔會白費嘅。熊爺爺一家嘅努力，其他動物都睇喺眼裏。小兔子同小猴子見到座山真係變細咗，都主動話要幫手。堅持嘅行動成功感染咗身邊嘅人，就連一開始笑熊爺爺嘅狐狸大嬸都覺得唔好意思，決定一齊幫手。成條村嘅動物團結一致，齊心合力咁搬石頭，力量變得非常強大。經過一年又一年嘅努力，石頭山越來越細，最終奇蹟出現啦！大山被完全搬走，村口出現咗一條又平又直嘅大路，陽光灑落嚟，非常之靚。依家去市集方便好多啦。小動物喺新路上面開心地跳舞，仲將熊爺爺高高舉起。熊爺爺話呢個係大家一齊努力唔放棄嘅功勞。睇完呢個故事，我哋嚟重溫一下愚公移山呢個成語。佢嘅意思就係比喻做事情有毅力，唔怕困難，只要好似熊爺爺咁堅持到底，最終一定會成功。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都可以用到愚公移山嘅精神，例如學游水或者睇一本好厚嘅書，只要將大目標拆開，每日做少少，慢慢累積，最後一定可以達成目標。